梁子穎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係支持2025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我係法案委員會嘅委員之一，我係代表工聯會作綜合嘅發言。選舉流程智能化同埋電子化係科技日新月異嘅必然結果。以往立法會選舉採用人手點票，喺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嘅時候全港600多個票站係為28個功能界別透過獨立嘅點票，運到係中央點票站之後再係需要用人手分類，再經由各界別核選出嚟嘅選票數目同埋決選之後總共係約有7萬票，最後以人手點票得出係選舉結果。過程係冗長同埋複雜，耗時係約12個鐘頭先至係完成。同時亦都係需要支付公務員嘅酬金，可以話費時費力又費公帑，甚至有時係會出錯。2025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嘅條例通過之後功能界別嘅點票就會係全面智能化同埋電子化。條例賦予喺功能界別選舉之中，亦都可以使用點票機係進行點票呢個權利，既省時省力，亦都係節省公帑，又確保選舉係公平、公正、廉潔、誠實、安全有序同埋高效咁去進行，可謂係百利而無一害。所以工聯會係支持2025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嘅通過。除咗功能界別嘅點票係採用點票機之外呢條條例亦都係修訂咗立法會換屆選舉地方選區嘅劃界。2023年完善地區治理體系同埋重塑區議會之後452個區議會嘅地方選區已經重新組成為44個新嘅選區。立法會地方選區嘅劃界同區議會地方選區已經係直接脫離，所以條例有必要係刪除咗立法會地方選區劃界係要同區議會地方選區喺法律上面嘅關聯，理順咗立法會地方選區嘅劃分嘅呢個架構。此外喺文件處理、統計資料同埋運送選票呢方面條例亦都優化咗有關嘅安排，整合咗功能界別選舉嘅選票結算表。投票站嘅主任喺投票結束之後無需要係按每一個界別係逐一擬備一個獨立嘅結算表，而係只需要擬備一份涵蓋所有功能界別嘅綜合結算表，令到投票站主任係可以盡早係開展票箱同埋結算表嘅運送安排，大幅減少咗喺點票過程之中要核對結算表嘅數量同埋時間。運送到中央票站，再係由點票機統一係進行點票，係有2個嘅備用嘅方案嘅。其一就係設有一套係使用點票機，如果使用預先安排嘅點票機運作嘅時候出現問題亦都可以係採用後備嘅機器。另外如果機器都係出現故障嘅話更加可以轉用係人手作出點票，有兜底嘅作用，可謂考慮周全，以防萬一。呢條條例亦都優化咗係發表選委會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嘅安排。選舉登記主任喺立法會換屆選舉係以係刊憲嘅形式提前選委會界別分組登記冊嘅相關登記程序嘅期限。呢方面可以改善現有未盡完善嘅情況，包括係及早為有空缺嘅選委進行補選，亦都可以及早更新選委嘅名單，讓到有意參選嘅候選人可以有效咁進行提名嘅程序，避免使用咗一啲過時嘅名單。因此我希望政府盡最大嘅努力，通知相關界別嘅選舉委員嘅組織留意法例嘅要求，及時為指定人員係進行更新同埋登記係成為選委。其實選委名單都係一啲公開嘅資料，反而網上一啲非官方嘅資料較政府官方嘅正式資料更為全面同埋準確。我希望政府喺呢方面能夠作出改善，更全面係説好香港嘅選舉故事。此外過往嘅選舉工作需要係大量人手，全部都係委任係公務員係參與點票呢個嘅工作。經過12個鐘頭嘅勞動，大約差唔多收到6000蚊不等嘅酬金，
去年又增加咗選舉嘅酬金，15個職級嘅選舉工作人員嘅酬金亦都有上調。其中選票分流站嘅投票站主任咧嘅加幅係最多，由原有嘅酬金6880蚊咧上調之後咧已經係10070蚊。如果參與係選舉前嘅佈置工作，亦都將咧增加到係12710蚊，增加咧嘅幅度係有5830蚊嘅。去年共有約38000名嘅公務員咧係參與點票同埋佈置等呢啲嘅工作，對於公帑嚟講咧都係一筆唔少嘅開支。如果條例通過之後咧，係能夠有效咁限制選舉資料嘅流通啦，亦都係做到係資料唔容易外泄，避免到咧係公務員長時間工作，有效咧減少係公帑嘅開支。呢個亦都係政府提出改革之中咧重要嘅工作成果。不過，保育雖美，仍有瑕疵。根據政府嘅委員會答覆嘅時候咧，使用電子點票嘅時候，一定係要將呢28個界別嘅選票咧一齊係進行點票。原因就係每一個票站咧都只係設有一個嘅票箱咧係收集20個界別嘅選票。如果某一個界別嘅參選人因應投票結果而要求重新點票，按政府嘅說法咧，係無法為單一界別咧係進行咧重新點票，只能夠咧將28個界別咧嘅選票咧一齊從頭再嚟進行電子選票，情況咧實屬不便，亦都未係有效咧為某一個界別咧係進行重新點票。如果以2021年嘅立法會選舉為例咧，用電腦係需要為呢7萬張進行點票嘅話咧，就算使用機器點票嘅時間都係會長，亦都有違咗咧係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嘅原則。因此咧，我建議喺投票嘅時候，設立28個界別嘅票箱去收集呢啲嘅選票，為每一個界別咧設立一個獨立嘅投票箱，減省咧後續嘅工作，方便點票。如果咁樣安排嘅話咧，咁點票嘅時候就可以係為28個界別咧進行分開點票。若果要重新點票咧，亦都係較為簡單。我相信呢個安排咧唔影響法例嘅修訂，只係操作安排上邊嘅一啲嘅修訂，期望政府可以詳加研究。我明白政府可能要為到呢600幾個票站增加投票箱，運送嘅時候亦都係會咧增加票箱嘅數量，但我認為可以考慮係使用較小型嘅票箱。我相信如果進一步簡化電子點票嘅程序，特別係重新點票嘅安排咧，呢個係值得考慮嘅。目前政府為咗達到係穩中求進嘅目標咧，選票嘅運送到中央點票站，再由點票機統一進行點票咧，運送過程亦都出現好多未知嘅因素，文件亦都可能喺運送過程之中咧有掉失嘅可能。因此咧，新安排咧係先將選票同埋重要必要嘅文件咧，先運到中央點票站去處理，其他文件咧就會安排第2輪嘅運送，大大提升效率。另外咧，我都期望政府喺選舉工作進行嘅時候咧，提防選舉嘅資料外泄，慎防有人咧對選舉係進行破壞。同時咧，亦都需要適時咧係投放資源，加強對選舉工作同埋選民要注意嘅地方咧進行教育同埋宣傳，提升咧選舉嘅質素。總括而言咧，2025年選舉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係簡化咗咧立法會選舉功能界別嘅點票文件嘅運輸，以及咧提前咗選委會界別分組投票人登記冊登記嘅程序，令到咧選舉程序係更加暢順、高效、省時、省人力、省公帑。工聯會係支持呢條例嘅通過。我相信今年9月同埋12月進行嘅選舉委員會補選工作同埋立法會嘅換屆選舉工作咧，係會一路係暢順、勇往直前。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